请收看台视闽南语连续剧《查某头家》。日头出来照着阮，予阮想起伊像百花红玫瑰，粉红的嘴唇，彼蕊新出真正水，纯情的心，沉醉在爱的河边，有人笑阮戆大台，我是真正爱着伊，不敢讲出嘴，望伊了解阮的心，月流也笑阮，爱伊是不变的心，沉醉的爱。头家娘，我甲你讲一件代志啦，啊是啥物代志啦？我去办一支大哥大了。啊，大哥大，嘿啊，啊你人到底是伫咧倒啦？我人哦，我人伫遮啦。你遮嘿啊，伫遮啦。喂，喂，啥物啊？迄电话吼，足贵的呢，挂掉啦。我知啦，我试看觅这支有好用啊，无好用啦。你的宝无摕，你是去抢机啊是无？嘿啊，所以我甲你讲，即马现代人咧做生意，无这大哥大是要安怎做啦？啊，而且吼，咱来钱啊，即马也无来遮顾店啊。啊，我着规工伫外口拍走啦。安尼哦，别人敲电话来哦，咱生意会去落失去的咧。这电话钱吼，算车行的啦吼。免啦，啊，毋过哦，够奇怪呢。啊，我请这支大哥大哦，啊，说无人敲电话给我啦，真正无意思嘛。你敢有甲别人讲你这电话号码？袂啊。啊，无人是要哪敲互你啦？啊对吼，我即马紧同讲哦，哇，安尼客哦，随时拢会使甲咱联络呢。小哥，来这。啊，就阮囝满月啦，啊，我特别带一罐吼油饭甲红卵吼，来甲你说多谢啦。哎呦来吃。哎呦，我腹肚枵，安尼我不爱客气啊。咱哪吃哪开讲。好。阿怎？啊，你哪有家庭有囡仔呢？啊，袂使搁安尼，走车吼，该开始真拍拼咧。我知啦。师傅啊，咱你讲啊，添顶添后啊，阮全即马家囡仔惜命，哇，叫嘛改安尼，即马走车我领拍拼，哇，因某欢喜甲安尼。师傅啊，这拢是你的功劳呢。哪咧讲啦？无啦。对啊，师傅，我阁有啥代志哦，要甲你讲的。啊，是啥物代志啊？讲啊，遮紧张啊！啊，就迄个所的啊，听讲即马你成本大呢。啊哪安尼？煞唔知影，即摆经济无好，伊的人员讲遮尔歹啊，当然从无钱，甲遐建商斗阵来起事啊。听讲伊遐地吼，咧分割袂掉啊呢。对啦，这就叫做摇摆无良规矩啦。啊，师傅啊，你较早迄个车行迄个土地啊，到即摆我卖掉呢，连铁柱还袂拆咧。若有法度想办法甲买倒转来，是上好的啦。哎呀，真是拢还袂掉。对啊，不过吼，舅哥啊，脚手爱较紧的咧。真好，头家娘啊，这对咱来讲是一件好消息呢。头家娘，枪搁伫的呢。
我一定要重新甲这个康棒讲。起码我有这个机会啊，我一定要好好打拼，较紧赚钱，将车买倒转来。我拢检查过啊，无啥物害咧，咱小整理一下就使啊。恁遮迄租金哦，差不多开300万，但咱买这块地呢。即马行情这礼拜哦，咱用同款的计价，台买回来应该无啥问题啦。安尼真好啊，咱吼加接骨行李，打拼赚钱。嘿啊。什么声音啊？阿三啊，那这种你在电话里亮呢？我大哥大会亮哦，我敢袂记哩，我大哥大讲，会亮你看，袂歹咧。喂，我阿三哥啊，是你哦，什么贵事啊？要请阮食饭哦？海产哦？No， 头家啊，我同你讲啊。顶遮的鱼啊，我已经食惊着啊！拜托的啦，我即摆看到鱼啊，我都着车惊啦吼，莫斗我惊啦吼！大家哦留咧慢慢仔食啦要飞水哦？是的啦吼，和恁了讲吼，不了钱吼，抢肉完了吼。无咯，对。是我较歹势啦，我耽误着你的时间哦。我较唔对啦，失礼啦。你真有量啦！人讲吼，你做人吼真信用，吼，搁真客气，吼，搁处处吼替别人吼设想啦，这实在是互我吼真钦佩啦。无啦。对啦，无大家哪会叫阮头家娘秀歌啊啦？我同你讲哦，这秀歌啊，唔是阮大家学的呢。这是大家哦尊敬阮头家娘哦，做人成功啦，唔敢叫伊秀歌啊呢。对，头家娘哦，做人哦实在是无话讲啦。秀哥，我以后我这代志吼，都拢拜托你啊啦。头家啊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意思是讲，以后我这车车吼，拢拜托恁来走。要叫阮送货啊？搁要送鱼啊？哎呦，卖，头一届已经舞到遮尔啊大，我已经惊着啊，搁要来第2届哦，我这世人哦，拄好连鱼也唔敢食啦。袂啦，若要食吼，应该食鱼翅啊。No， 嘿嘿，阮即马哦连食鱼翅的时间拢超袂出来啊，歹势，阮即马要去找车啊，我另甲会员哦，甲大你通知啦吼。头家娘，我要来去金老板爷啊。秀哥，拜托，我的生意哦，你一定爱食啦。哎呦，头家娘，行啦。拜托啦。头家啊，多谢你给阮这个机会，以后吼，我会尽心尽力甲恁走啦。感谢。应该的。你真正要安尼做？头家，无阮这吼无用去送货，明仔载你若方便吼，我再甲你签约啦。好，我送。免啦，多谢。谢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阿三啊， 14、啊你规路咧直算，这两三，不你甲我讲你是咧算啥呀？无啦，我伫算讲哦，咱一天爱走偌济时间呐。嫂啊，但拄啊，咱迄个 case 真正要接你啦。啊哪有要紧？那会无要紧哦。咱一天爱走10几点钟呢，你搁会搬货，而且你搁会开车呢。我是坐你边仔哦，我会使拄久无要紧啦。你要安怎啦？我不要紧啦，我咧想讲吼，咱较紧甲车行买转来，我都拢袂忝嘛。哎呦，免走遮尔啊艰苦啦！咱即马已经有金老板迄个 case 通谈啦，对无？算的哦，2、3天就会使把车行买转来啊啦。 2、3天，
伤久啊啦，我等袂赴。哎呦，嫂啊，恁哪遮尔啊着急啦？慢慢啊来啦，迄块地哦也袂走去啊了。袂用的啦，我还搁较拍拼咧，早钱从车行要倒转来。水的。头家娘啊，你敢袂忝？袂啦，吼，我伫你边仔的人足忝的啊，啊你开车的人敢袂忝啦？哎呦，头家娘啊，趁钱有数啦，性命爱顾啦，吼，拜托你哦，莫遮尔啊拼呢吼，身体哦较要紧啦。我即摆只想讲吼，早钱从车行要倒转来，啊其他哦拢无重要。哎呦，你就是安尼啊，讲袂听啦，啊遮尔啊固执啦，嘿。陈太太，顶下我就甲你讲过啊，你一定要好好休困，唔好伤过操劳，你啥歹听咧？你安尼无合作，是要叫我怎医？医生啊，身体啦，啊我即摆厝的生理吼，当咧趁钱当啊咧无用呢，我哪有时间通休困啦？啊，搁再讲吼，阮囝仔细汉，啊阮大家嘛需要我照顾啊。医生，啊无你吼直接甲我讲啦，我这病吼，伊会通挡偌久3个月。 ？3个月。医生啊，无我拜托你啦，你加开一寡止痛药互我啦。你可要做事，你爱紧住院。我还有真侪代志还未做，我哪有时间通住院啦？陈太太，性命敢一片尔，你若无好好珍惜，啥嘛无法度救你。就是因为性命只有一片，所以啊，我愿意付出我所有的一切，我嘛无想要留遗憾。宽仁啊，你先喏。哎呦，啊你若跋到呢啊？啊？我脚踏车跋倒啊！哦，脚踏车，毋捌大人伫身躯边啊，毋才安全。我想要学的时阵，你无伫边啊。以后若要学吼，甲妈妈讲，妈妈陪你，吼。啊你是安怎？一捆仔顶头，一捆仔腰头。妈妈，我不爱学啊啦，足痛的呢。好啦好啦，莫学啦。弟弟，我问妈妈啊，妈妈会开车带我去学校，我学会了要创啥，对无？宽仁，袂用诶。学脚踏车吼，你一定爱学。妈妈甲你教，小心要代志哦，袂使学到一半，知无？啊，我不爱学啊啦！宽仁啊！我不爱学啦！啊，你即摆不爱学，以后啥物人要甲你教？较紧去哩啦！不爱啦！啊，你若真唔听话啦！妈妈以前拢袂逼我做代志，即摆对我很牙歹。宽仁啊，妈妈毋是条件对你歹，以后哦，你爱遇到真侪困难，你即摆若是得病，以后是变怎，对无？妈妈会使帮我处理代志啊。妈妈总会要一世人甲你处理代志啊，要会晓家己处理。爸爸讲过，爱宽仁做一查某囝，你会记无？来，赶紧去。毋过足痛的。查某囝就免惊疼。有安尼啦，你起，
妈妈伫后壁甲你扶，你就袂跋倒啊，对无？好来，牵起你，好，起你，坐好。来，妈妈等下啊，啊，搁什么代志啦？我不会学好不？啊，拢坐起来，才讲要学，袂用诶。看头前，坐好，坐好哦。妈妈放弃我。看头前啊，免惊。妈妈，你这是唔想放啊？妈妈免惊啦。看头前，慢慢徛。妈妈，你唔想放啊？妈妈会跑到。袂啦，妈妈袂放手。哎，看头前哦。妈妈放弃我，妈妈放弃我。妈妈，哎，快点，快点。你安怎无？妈妈，你想要放弃我要跑到嘞。妈妈早晚拢爱放弃，妈袂当照顾你一世人。以后你要学样家己照顾家己。妈妈是毋是为你一个身躯边，你拢爱勇敢，爱坚强，知无？我不爱啊。连你妈妈免来当放心啦。你明知我囝也无去啊，你阁有心情看电视？你敢有想过我的感受？今日囝无去的人是我，毋是你。你当然会使当作无代志，轻轻松松看你的电视啊。我囡仔无去，你是咧做大家，一点仔拢袂艰苦，一点仔同情心拢无。算啦，啊你是咧讲啥啦？我敢有讲毋对？自从我答你冷酸甲的问，伊就看我真无介意。若毋是当阵我巴肚有囡仔，伊才袂对我遮好咧。你算啦，你哪能后白讲啊？你无资格甲我讲话啦！你害我囡仔无去，今日搁带你的囡仔伫我面头前讲我安怎？你家己先检讨一下。你算啦，你做人有来凭良心呢。自从你答应问，妈妈吼做一项代志，毋是为你啦，为透早无闲甲暗的，拢是为你甲小姐安尼无闲。啊，你哪安尼讲啦？就是因为你足无良心的你。你才无良心呢！你算啦，莫安尼讲啦，甲妈妈回心嘞。哼，哎，你。我唔管啦，你今日一定甲我讨一个工作转来，无要甲你离婚。反正吼，大家嘛看我无目地，我囝嘛无去啊，我老了毋才创啥？算啦，莫安尼啦。吼，真奇怪呢！你是阮翁还是春秀英翁哈？恁某去互欺负，你有要点点无？拜托好无？那你是咧讲啥啦？啊，无替我小想看卖，较早我遐尔放荡啦，煞来车甲车我跋输了了，伊就无咧甲我计较啊。即马佫接着放互咱做，我欠着你还袂了啦。我是要找讨啥啦？你无爱讨是？我毋是无爱讨，是袂使讨啦。好。你是要创啥啦？放手啦！哦，叫你这种无路用的翁吼，我实在是真冤啦！我规日来走啦！莫安尼啦，莫呀！放手啦！走啦！莫走会用的，你替我讨一个公道转来啊！妈，莫阁生气啊！啉一杯烧茶啦，吼。是啊。我想讲要拜托你一件代志啦。啊是啥物代志？你讲啊。阮煞来有感觉代志啦。啊，若毋对的所在，你来原谅伊。伊即马当咧风火头啦，敢会当拜托你？拜托你甲翕一个实个。啥个啊？阿进啊！你当时变五路哈？你某做唔对代志，你叫你老嫂去回室个，叫出来！安怎？我无唔对啊！
姐，你拄仔讲要讲我偷看无转来，去啊！即摆做我看，去。好啦，我家回室内啦。有影哦，感谢感谢。啥个啊？妈，啊毋过吼，先叫丽水啦，甲妈妈回室内。你讲啥？人嫂遐尔有心意啊，你店遮人是安那？迄是你家己的母啊，店头你无吃亏啊。你甲我对毋对？你到底是徛倒一边的？爱我回室内，爱我顶头，免想啦。真啊！我来生你这无路用的囝，你哦，你当时变无路，这里也无路用，头拢听你某的，你应该是查某囝，你叫我回室内，叫我回室内，免想啦，静啊，叫伊回室内啊！叫过来！你当我在讲无？你要讲，我要跟你离婚。你听啥个？去啊！母啊！母白骗啊母！你叫过来室内，叫我回室内，叫你母回室内啦！去啊！叫过来！人讲家和万事兴，听我喙大富贵，我看吼你著。你看啥？你看啥？你这里也无路用。我无路用，吼，拢我唔对，要阮你叫我出来。静啊，静啊！春天百花满满是，蝴蝶飞来收花期。青春男女好情意，双人长美甜。妹妹我是真真意，不敢讲出嘴。春天樱花正当时，双人来到阳明山边。